今日帶大家過嚟睇下佛山金湖市場。呢個係停車場。一路入去都係停車場嘅，呢邊係。呢度外邊嘅話呢，就啲阿姨啊、伯啊喺屋企自己種多啲少少嘅菜啊、瓜或者果啊，咁攞出嚟賣嘅，所以個量唔多。唔好賺，等人知道佢係啦。買黃皮咩？幾錢斤黃皮？5蚊啊！哦，係先。黃皮係呢個時候先至有嘅，依家5蚊一斤。都係阿姨寄嚟自己喺屋企種嘅，咁有微信啦，所以自己食唔到就攞出嚟賣。嗱係嘛，佢量咁多嘅，呢度出邊都係自己種到攞出嚟賣。什麼東西？呢啲係嘅靚女，檸檬啊嘛，嚇，檸檬啊，嚇幾錢啊？我以為牛油果。不是，檸檬啊，嗱，呢啲咧就攤販攞貨翻嚟賣㗎啦。呢度個價錢咧，因為佢租金比較平啊，所以咧佢啲價錢會好貴。香瓜2蚊半一斤。你睇到我未啊？你買？2蚊睇到我未啊？嚟啦！你哋看一下。9幾錢一斤啊，老闆娘？5蚊啊！喂，真揀咩下？啲菜心咧？老闆娘，菜心都係5蚊啊！9幾葉啲番茄，老細番茄幾錢斤？3個半4個半。哦。4塊5。番茄，啲粉茄4蚊半。微信收款，经典入人。大頂苦瓜點賣4蚊3個半。大啲同細啲嘅區別啫，係嘛？係。以前你緊要包得緊實啊，入到銀行入面機大。幾歲喎老闆？微信收款2元。8蚊一份。呢個市場好多人嘅，朝早因為佢啲菜嘅價格比較平過其他市場嘅。微信收款62元。我放那个里面的10蚊5條甜粟米。
飞行收款2个。依家我哋行緊呢個係露軒嘅市場，所以嘅話咧，佢基本上咧啲人啲老細啲攤販都係淨擺上晝嘅啫。因為天氣熱，所以一般擺到11點零鐘咧，佢就收檔噶啦。天凍嘅話冇咁曬冇咁熱嘅話咧，佢咧就擺到1點零2點嘅。飯堂呢度好多飯堂啊，啲老細啊或者煮飯啊啲人啊過嚟呢度買嘅。佢呢個係屬於綜合市場，有賣菜啦、賣衫啦之類嘅。賣衫。老闆啊，啲瓜丸點賣啊？嚇？5蚊一斤啊？韭菜花咧？哦，依家啲韭菜花貴啲喎。呢邊咧都係露天為主，露天賣菜為主。嗱，呢度開始嘅話咧，啲青菜就批發為主啦。佢朝早批唔晒嘅話咧，佢就賣俾飯堂，稍為沽少按批發價賣俾飯堂，因為飯堂好多飯堂咧10斤、8斤、20兩、30斤咁攞嘅，所以咧佢呢邊咧就批發為主嘅。咁咧有陣啲固定檔口啊，啲人咧都會過嚟呢邊攞翻入去檔口賣，賺個差價。想得美一点不是浪费啊，有拿去浪费啊，不要不可以。因為已經晏啦，好多已經批發走啦，批完之後就，所以剩翻啲批唔晒啲喺度清埋啲貨。哇！呢度綜合市場佢都有賣衫，好平啊！嗱，啲粒衫10蚊一件，抵嘛？任揀啊，10蚊一件。白馬清倉貨。燒味嗎？呢隻伊人燒味。頭盔。好多頭盔啊！好熱㗎！因為依家我哋呢邊啊，啲人係以電動車出行為主，要戴頭盔嘅，所以咧依家佢嗰檔頭盔好好賣啊！唔戴頭盔俾阿 Sir 捉到嘅話咧，係要罰錢嘅。我哋依家度對於電動車唔戴頭盔咧，捉得比較嚴。出邊綜合市場乜嘢都有，藥油又有啦，賣衫喺度啲衫咧好多咧好平㗎啦，15蚊一件，仲平過去批發市場買，因為佢呢啲衫咧係大批量攞翻嚟嘅，或者有陣自己叫工廠代加工，所以個成本位度比較平。啲內衣褲3蚊、4蚊一條。嗱，呢邊咧就係賣衫為主啊，有紅裝啦、成人裝啦，嗱同埋啲賣啲垃雜嘢嘅。垃雜啲咧就1零2蚊紙都有，1蚊到2蚊都有嘅。嗱，呢檔就1蚊到2蚊都有嘅。你能好，本店商品有婴幼百貨、兒童文具、五金工具、學生用品、鞋墊啊、鞋褲啊之類都有。玻璃製品、
陶瓷制品种类繁多，应有尽有，全场2元、5元、10元都是明码标价，保证你2块陶瓷都有啊吃亏，5块钱买不了上当，10块钱买的有模有样。请停下你们的脚步，到本店来看一看、瞧一瞧。本店商品全部2元、5元、10元，人人都买得起。牛仔褲30蚊一條。嗱，呢檔係煲湯料，好大檔嘅湯料啊！呢度裝得好好，一罐一罐咁裝好。呢條係水果街嚟嘅，荔枝黃皮，依家荔枝好平啊！今日荔枝大豐收，4蚊一斤。咩荔枝？係啊。三華李都好靚，好大個，10蚊3斤嘅桃。火龍果10蚊3隻。啲零食檔。嗱，呢度入邊咧就室內啦，室內嘅出邊咧，佢都係擺攤為主嘅，中午就收㗎啦。啲話梅幾錢一斤啊？25蚊斤。你價俾你。嗱，呢度係零售，呢度係流動嘅湯料檔，佢都係中午就收㗎啦，成個檔位咁㗎啦，幾多雞骨草啊！嗱，有新鮮嘅，老新啲嘅雞骨草，嗱呢啲就係五指毛頭，有啲五指毛頭佢剁碎添，雞血杏、海松、桂枝，仲犀利過一個檔口，你睇下，好細個人，椰子10蚊一隻。老